当然，扣落庆祝仪式，新竹新埔蒲中庭移民庙，如果攀过太平嘅移民节，拜对清朝所谓以来保乡为土、牺牲性命嘅仪式。蒲中移民节也列做客家庄十二大节庆其中一个。不过移民其实唔系客家人有嘅，移民嘅由来系睇清朝康熙末年嘅朱叶贵事件。佢当时也因为安尼，以为南浦客家庄六对组织的形式。三轮睇乾隆52年，土著庙也就提起客家庄的居民太平天林爽文事件。佢当时的皇帝韩赤峰睇台湾嘅客家移民蒲中的排变，客家嘅移民信仰同台湾的生态民变有过亲密关系。不过佢当时听官兵来平变嘅移民，包括的广东前族、藏族人，韩国原住民也有哦。像云林北港嘅移民庙，韩国台南嘉义嘅金堂天，都有当年前祖先的人所故乡土留下来嘅痕迹。一到老头拜嘅事情，蔡天人都见还系归好公道。高雄内门区兴安宫前一尊叫阿明嘅像，是喺康熙年間人工阿媽王嘅九日粿。2022年康熙60年3月，引致官府嘅阿伯九日粿同潮州人土軍人合作，打定反清復明嘅旗號，籌30萬泰元。冇到2年嘅時間，是公路台南府上九日粿登記改好運貨。不過呢座3年是同土軍人系列產生衝突分裂，但是是由他先反，那朱一貴才起來，哦，所以反而這個朱一貴跟杜君英他們裡面的一個將領有內訌。他們兩個勢力其實本來是分開，後來集結在一起。集結之後，後來勢力又分開。那杜君英他們又跑回屏東那邊。為咗消滅屏東地區無加入嘅勢力，九日粿出兵下南，帶到屏東嘅卡式移民因之將戰亂受到影響，強推273座太總理。連他鳳山八下嘅平埔聰明，仲下設將往外撒來吃飽。除了嗰6個義勇軍隊呢，也讓一個萬歲爺嘅安尼神牌位呢，讓一個台前嘅一個旗幟，來同朱一貴對比嘅。事件平定了後，六隊提起其中議庭來復試九日粿事件犧牲嘅鮮明。到屏東昨天嘅六隊中議祠，地部係供奉嘅中央公王，其實算來是同清朝時節清朝本皇帝封做係移民嘅1000康人。最早移民也兩隻就係覺羅曼寶也個呢，向一個康熙皇帝呢提出嚟一個召集來希望來爽發南部六隊嘅一個移民啊。到1787年，乾隆52年，天地會嘅首領林爽文帶着50萬人馬來打落台灣南北衝掉湘西。土著苗嚟到所在嘅客家居民為咗保護自家家園，做下用洶湧嘅方式進團練配合清軍圍攻。事件平定了後，黃庭聰、林先坤嚟到地方帶台灣人士，喺青島成就4年嘅客家洶湧嘅遺體，做下兩邦外父，向下總統表了提起。本鄉嘅時節吼，是送到個虎橋嘅大埔人安倉，喺牛車載落呢度嘅時節就話是大五行咧，大五行嘅時節是將喺度現場嘅時節吼，是咧結構嘅些門移民家看很嘅希望安倉到呢度咧，結果得到是係成功。因此，林爽文事件影響精彩，平定了後，乾隆唔單搶連日10全武功，還用包中嘅王變獎勵台灣客家族群。其實那個時候領到包中的很多，因為朝廷就廣發嘛，所以發到後來其實都來不及寫，後來就是我頒給你一張，你們都可以去臨摹，臨摹完之後就是發嘛，就各村莊只要你有這些身份，有這些的人，你們都可以掛一個。聽說評論嘅台灣人唔單止客家式得到風尚，潮州式係得到精英嘅王變，漳州人拿到12年村名，韓國蜀番係拿到孝順嘅王變，韓國新番咪優上，見得清好嘅物件，是講係台灣國族群做下有移民。
来到云林北港，大家体嘅上到街可能是北港街朝天宫，呢片唔单止係當地嘅信用中心，韓國有真多人來兩參拜。不過另外一個較少年啲嘅係北港奇蹟韓瑞團移民故事。呢朝天宮兩條街路嘅紅龍渡，同記者後背嚟見水色嘅廟係當地嘅移民廟，不過係當地人將要拜。北港移民廟嘅正統風雕得精緻嘅橫邊，說明呢片嘅移民係長久來嘅。當地咪傳說108個移民工同一隻耳狗聽受平安嘅故事。不過，托林新聞事件解下，北港到底有移民冇？研究嘅學者係有人覆蓋。有一些人確實是投靠了林爽文的陣營，戰亂結束了，那政府要重新去清算，那你怎麼去跟政府講？而在這個動亂的過程中，我不是屬於反抗者的那一方。那北港人用的辦法，就是借由這個皇帝賜給泉州人金翼的這一個國家符號，那他們來製造出一個有利於自己的形象。但是差唔多75年了後嘅同治年間大潮船事件，本港確實有移民軍來抵抗。36個鄉勇因這樣的犧牲，但是無法度入史官方嘅忠義祠，地方監生黃玉潮萬係想辦法將鄉下總統頭擺嘅精義亭，美事係也下嘅北港移民廟。黃玉東大概那個時候沒有辦法，就只好再尋找回原本地方的那個有因公祭祀的系統，所以他基本上把這幾個人的名字刻成了墓主，然後放進去了一名爺廟。相關係長久年保鄉委土，台南嘉義地區托林新聞事件當中，是組織義軍聽受朝廷平亂，當地嘅信用中心經同天立下有一塊金義碑，上邊係記錄乾隆封賞當地嘅故鄉。皇帝有賜給我們金義玉匾，然後我們這邊再把它打這個石碑，當時是放在外面的，乾隆也在炫功啦，炫耀他的功勞。然後也叫大家說，你要好好的幫助我這個皇帝。聽講金同天嘅名同天女和皇帝上朝嘅拜謝，都係頭擺幾名聽受平亂了後乾隆上街。另外套船行還會創移民亭，但是唔是擺個移民，每本人真好奇。我們這邊的移民亭是在宣揚這件事，可是傳說。當年的義民亭就是福康安的生祠，然後把這個匾跟碑都放在生祠的前面，讓大家來記住這件事情。無論係咪有指示發通，客家後來嘅居民就係透過信仰同移民者嘅精神保留落來。每本現代人是透過老祖公留落來嘅文物，了解清朝時期台灣國族權同掠亡土地方大兵犧牲嘅歷史。